交流意見、分享經驗，可以提升員工嘅競爭力。所以好多公司都會定期同員工開會，聽下大家嘅意見。Microsoft Outlook 除咗係一個電郵工具之外，佢同時亦都可以作為會議安排嘅工具。大家可以透過 Outlook 輕鬆提出會議嘅邀請，檢視與會者嘅時間表，同埋制定會議日期嘅時間，同埋傳送邀請嘅 email 俾與會者等等。但係好多公司有唔少嘅員工經常喺出邊做嘢，所以佢哋會選擇舉行網上嘅會議。除咗準備功夫較為多之外，進行網上會議仲需要唔同嘅器材幫手，一啲都唔輕鬆㗎。其實你只需要運用 Office 365，所有問題就可以輕易解決啦。運用 Office 365安排同埋進行網上會議，就好似運用 Outlook 檢查電郵一樣咁簡單。例如你要為一個電郵嘅內容安排一個會議，你只需要喺電郵上面撳一下，就可以即刻回覆電郵，同埋展開一個網上嘅會議邀請啦。喺邀請電郵上邊，你可以清楚見到被邀請參與會議嘅同事而家係咪喺辦公室入邊呢？另外，運用 Scheduling Assistant， 你可以見到同事嘅工作時間表，而 Outlook 2010亦都會自動提供各個同事都可以進行會議嘅時間俾你選擇，非常之方便㗎。由於 Link 同埋 Outlook 係互相連結嘅，所以你要簡單撳一個掣，就可以即刻將會議嘅邀請傳送俾所有與會者。而當會議將要進行嘅時候，你只需要喺 Reminder 上面撳一下 Join Meeting， 就可以即時喺 Outlook 中參與會議，而唔再需要打入任何嘅電話號碼或者密碼，而你嘅狀態亦都會馬上咁自動更新啦。喺網上會議裏邊，你可以同其他與會者分享影片、應用程式，又或者 PowerPoint 簡報等等。例如我哋而家正係分享一個 PowerPoint 嘅簡報 ，Link 會因應講說話嘅與會者而改變影片裏邊嘅顯示對象。我哋可以隨時亦都將某啲與會者設為靜音，可以減少不必要嘅聲音。另外，當我哋對簡報有疑問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取代講者，將簡報帶到有疑問嘅地方。會議結束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隨時離開個會議。如果你發覺有說話需要補充，只要輕輕撳一下 Rejoin 就可以啦。透過呢個介紹，相信大家會更加明白 Office Outlook 嘅用途，同埋結合咗 Office 365之後喺會議安排上面為大家帶嚟嘅好處。詳情請致電 Microsoft 查詢熱線23889600，或者瀏覽 Office 365嘅網頁啦。